其实民生用的电只有20%，然后生产出，因为工业用很多的电，所以生产出很多的核废料。其实我们一般民生用电其实不用那么多，但是国家又必须要有很高的经济的，那个叫什么 GDP， 这种就是这样。可是那也没关系啊，为什么核废料要放我们台东，或是放哪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？应该要放在最聪明、最多聪明人住的台北，资讯最流通的台北，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监督这个台电一直声称很安全的恶灵。你放到更偏远的地方，那不是就更可怕吗？这个恶灵，你就要更认识它，好好的把它管理好。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偏远的地方就装作没有，然后继续用很多电？你看我们用那么多电，工业继续用更多的电，因为要有很高的 GDP。好，我现在有一个题目哦，答对了我会送你一条毛巾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有一部纪录片叫《和你到永远》，我昨天问的比较，昨天在那个梦想音乐节问的太简单，我说有看过的我就送了，你看。但是我问的这个题目啊，一定有看过才会知道。我先问有看过的几个啦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全部举，因为你们不会得到毛巾。有看过这部片的请举手。没有啊？有吗？有。哦，有哦。哇，那你们一定哦，4个哦。哇，那你们要不要出来分享你们看完的心得？只要愿意出来分享，我就送。快点哦，给你们抢哦，快点，4个人，快点啊！没有啊，原来毛巾不吸引人，那我要加码咯。哦，有了。你是学生吗？有没有学生要出来竞争的？快点，有吗？要不然要被社会人士拿走了。有没有啦？有没有同？还是今天来的都是社会人士？等一下，你先等我一下。没有哦，都没有学生看过。好吧，好像就是属于你的了。请为我们分享一下《和你到永远》，要拿起来耶。他是在讲是挪威吗？还是北欧？瑞典。瑞典。对，这个导演是丹麦的。哦，对。这样还要送你吗？你可不可以靠近麦克风一点？好，就是他们好像从80、90年代就开始设计的一个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厂，但是那个导演把这部片拍得很哲学，他讲说就是这好像是一个不能被后世的子孙发现的金字塔，或者是务必要让后世子孙他们不能发现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，发现了就代表灾难跟所有的厄运将会到来。我的感想是这样的。你讲完了吗？讲完了。好，谢谢。那等一下我唱完的时候，你来找我哈。谢谢你。其实。